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pi 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p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p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Tatiyampi 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Tatiyamp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Tatiyamp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Panatipata Veramani Sikkhapadang Sammadiyami Adinādāna Veramani Sikkhapadang Sammadiyami Kāmesu Miccacara Veramani Sikkhapadang Sammadiyami Musāvādā Veramani Sikkhapadang Sammadiyami Suramēraya Macca Pamagatana Veramani Sikkhapadang Sammadiyami Imāni Panca Sikkhapadāni Sammadiyami Sadhu, sadhu, sadhu. Upoi, uposek. Thì khi để lễ bài, và thì con chỉ lễ phò sát, tuy chỉ lễ lan chỉ lễ làm chuẩn,แล้วโลไลว่าcon about chỉ lễจับโปโลวิดตัดพอสัตว์ไม่เสียงพูดจะไม่ตุยจะลจับโปโลวิดลั่นไม่เสียงพอสัตว์ลั่นไม่เลยลั่นไปเฉียวฉุกคอยลั่นเพิ่งจะไม่ตุยจะเลยจับหางจับโปโลวิด so ว่าบาลูจะเลี้ยวหน่อยโปโลวิดจันที่ว่าทานาไปกองสิเตซ่าโปโลวิดตัวสิเกโจเอเฮาเสียเอเฮาปังเฮกังจะเลยนาสิกองจะเลยหลังไปเฉียวฉุกคอให้ไม่ไหลก็ไหลชุดสีปุ่นสิวจะไปโจจะเลยเสียเอเฮาปังเฮกังอโมวากอง renunciation a give up ชุดแกสังว่าการที่อุบอุแก่ก็แล้วว่าชุดแกจะเลยจ้าสิ renunciation แต่ไม่รู้หลังมันทางเจียวชัยแกก็อายุแต่หลังจะไปไหลชุดแกอันนี้บ่ใหม่แก่ใหม่เบจะเลยสิจิหลังไอ้กวนโซว่าการที่ไหลว่าสิไหลต่อรู้หลังจะไปหลังแช่แล้วหลังเบ่งเป็กแต่หลังจะไป renounce the world จะไปชุดแกแต่ไม่รู้หลังใจแกหลังรู้หลังในชุดแกโบเสียงเลยเขา let go เขาปังถ้าไม่มีการถ้าเป็นว่าจะบันว่าจะก้องถ้าเราว่าการที่เตซ่าโปโลวิดตัวสิก้องเสียต่างหลังว่าสิเกี่ยวเสียอันนั้นเขาไม่สู้จะเลยเตซ่าโปโลวิดเกี่ยวกับ renunciation เสียอันจ้องที่ไปกับเตซ่าตัวที่เท่าเจงสิกายเท่าจะเลยสิบอสีเตเจกายเตซ่าสิเสียเตสีสิ地位อันจ้องเอาอีเขาดูจะเลยเสียin between จะเลยบอสีin between จะเลยกายกับจะเลย地位อันนี้เสียกวนเสีย理由จะเลยเสียไปเตซ่าโปโลวิดเท่าที่จะหาง理由是虾米人那是会晓写会晓放一界积极前去
一个人啊，想到我呢，以后放迄甲了卖甲了的时，我会介安怎样分到路人输啊人，拢总我无了，所以这个界啊，像杀生偷体，虾米我人就虾米不卖要偷虾米体，那是街路顶有时我看到。我还未出街时，唔捌看到雷摊啦，出街直接咁街路看到一百的雷，所以这个物件虾米事要捡了就买钱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啊，那是人有到这个要下，伊会界真正清晰，这是头一个理由。伊 perfect 你会死啦，你会这个界。第二个理由，你看那是人有界，伊会嘴无是啥讲话。伊个骹手无是啥做，伊要拍人，伊要抬物件，伊讲哎我有戒，我袂使做伊死啊！所以讲啊，这个叫做上古做的行动，也是骹手啊嘴讲的话，这个戒会故意，特别心会灭。所以这个若是要下，人若是要下，伊个思想本无像，所以伊。先靠伊的行动，会把路才完全，这个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因为会晓放迄角，这个人若是会晓放迄角，有人做在嘅人，人马路你放迄角，人虾米物件，你物件人做啥做法？哎呀，这做法，我会惊做法，不要紧啦，买去起哄啦，买啊是安尼，你买本是破了。你唔是讲你买了，伊个会变到最好去，袂啦 ，let go 放。即个人若是let go 以后放啊，伊若是有影来坐禅，伊真正进步。伊若是坐三阿塔禅，伊会入定；伊若是坐vipassana禅，vipassana禅伊会智慧一直悬一直悬。第四个理由，若是讲伊即个人有影，伊也要下迄个。虾米物件？伊无收，伊一直坐，到尾来伊会看到虾米是立团。若是袂晓放迄角的人，直接接触啊，唔甘咧个，唔甘虾米，袂谈就是袂谈。伊上个讲啊，有铁链去拔掉，即个咧铁链加了，哦，落去了。所以四个理由啊，即个会晓写是 number 第三个即个菠萝蜜。要下放虾米物件？爱放两项，头一项爱放虾米啊？爱放对一个肉筋的享受的物件，目睭皮啊、鼻孔、喙、骹手动着的心想着，这叫做肉筋的物件，爱放迄角。而这肉筋的物件爱放迄角，就叫做 sense objects。有两款。这个肉筋的目标，做咱爽，做咱欢喜，咱唔爱放的有两项，一项就是讲啊，是正无命的物件，虾米物件叫做正无命的物件？咱的家伙，咱的树灵灰，咱的金器，咱的摩托车，咱的厝，一个拢种无命的，但人唔敢放，你看有的人起厝了啊，伊要转开的点声想，我起一间厝，我开个偌济，我。做工30-40年了，话你才摊起一间厝，摊了我大无到1年了，我就跟死要死了，哎哟，大了唔得，无来过什么啊？啪，死了的是买房买离开这个厝，伊做贵的厝。有诶接触啊，真正这项有诶接触物件，你看故事有经济来真正这，为了会烧甲伊驾驶，就是做骨拄条的驾驶，伊就买走伫旁边。都真正歹命了人，了有个人讲，我死了，我无那个少年在我来死了一堆人，我家伙问题，无问看了水了，惨啊人唔敢放，噗，他将把这个无投胎的咩，仲有一堆人投胎伊来做囝，安尼啊，你来个，你看附近再来真正济，你看一个查某也无乱做，了尾来时。伊就会查甫人死，伊查甫人要转开，点知我无安尼水，那噗起来出事啊咩啊？一过做蛇，家老落头壳，死鬼啊！这蛇点家老，他连家鬼一过来家老，啊！这是只蛇点要来动我？死啊！那是我查甫人是无，人会叫你讲数10亿元我有讲，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接触，不要 let go， 不要 let go， 不要要脱离这个生老病死。所以这个就是叫做 material things， 这个爱放什么放落行，这个是物质的物件。金器厝个了是有命，有命的物件是无惊。有的人啊，唔是无惊呀，九死不你好咯。好甲半死了，参拜哥讲我要做功德，好我无按好我这狗安怎做功德？伊个问我事安怎？我要做功德，好我狗安怎样？我讲狗去了，阮出事了，你要做虾米功德？啊，我你去找人陈啦。所以这个是接触个了，无力过你要安怎成功？去就是去了，在活是你烧了狗，要好好来食，死了要做虾米？唔免。所以这个就是讲未力过这个物质的物件。第二项未力过虾米啊？心的物件，心的物件不要放虾米？不要放咧圣地。你看圣地是好物件无？像到我安尼，你看无买惊买。了有当时人做啊起哄，过去圣地死鬼圣地，无人请你家己来。无你就买啲圣地，你个要接受伊咩？来个我咩，我就买这圣地臭物件买，点咩讲？你人分来个啫，贪心圣地妄想大业，人做着路，小啲心肝，我要报仇，一做啊7，我要做伊15，也是讲无惊天无惊地。不要见笑，这个是叫做心的垃圾。let go 放，唔通去收。这个心的垃圾啊，有3样。你看啲咱的江水啲流啊，因为江水的垃圾有3样。头一样啲铺伫水面，像到你啦抓皮啦、虾米啦、拢种烧啦、歪啦，铺伫水面。不咧就是讲水面的垃圾。嗰一号的垃圾是半电铺的垃圾，第3项的垃圾是带啲土埋地的垃圾。所以一个讲，伊有这个3样的垃圾，咱的心本有了这个3样的垃圾，这3样的垃圾是就是贪钱痴在拢中，本是有3样，我见我也是第一。你看，那是达人来受戒。伊是过虾米啊？过迄个水面的呢？水面的这个垃圾的物件，那是浮起来，伊若去圣地，伊手要拍人了，伊嘴要勒命人了。但是伊若是有戒，咦？我今日有戒，安怎我要去唔勒命伊？袂使啦，受戒就袂使咬路啦。睇看，我嗰啲200-300块，我嗰啲甲人咬路啲勒命人袂使。所以这个就是有戒啊，伊会 break。伊大汉是虾米啊？水面的物件呢？特别伊若是讲啊，伊受戒，伊这个行动，甲这个口业，伊会过，伊有 break。这个就是一个头一样呢。第2样呢是半电铺的是虾米？就有的人那是你做着伊起哄呀，一面啊，老你看伊哦个，一面加长去。了要这个内唔落来，那是讲啊，那是你看伊看迄是内掉起来笑，所以你人看红光啊，人就玩，那是伊安尼优秀，伊是笑，伊若是安尼后，伊是无欢喜。所以你看这个啊，这个就是叫做半电铺的，伊滚伫下面，特别个嘴无勒命人，了个骹手无拍人，所以下面的滚，这个是半电铺的。特别有一号的第3样，这半电铺的啊，若是讲安怎也要控制伊，若是一个人伊坐禅，甲入中了，伊你看，你若是入中还是入定啊？你勒命伊袂起哄，你虾米事啊？伊无拍插了，伊个心专心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啊，这个半电铺的这个垃圾是人坐禅。了，伊任伊个这个有入中了，伊有入中了，伊个这个心的垃圾，圣地大业虾米拢总较无了，特别无了暂时的啊，
你看伊若是久伊无提线，伊个要舞起来个，所以这个本是无虾米讲温馨。第三样的垃圾是头毛底的，按这个头毛底的，你甲你讲啊，啥他那甲了人本，你看我头人现看，他那大人坐伫我面前，大人咧讲我无生地，有影知大人伫笑听经无生地。特别无打着尾啊，无去生地，若是打着尾，嘛你才来好看，要安怎样？所以这个就是讲，这头毛底啊，伊这个上甲咱人富贵加白，你知富贵加白，你花团到下晡了就要收盘了，卖做了，你看你无钱花团，了隆重啲，你花个了啊，白恢复了呢，你讲无花了啦，特别你去捞你恢复看。细地花个有，你若是想讲无花了，你用手去拿，你手就烧。这个就是讲，不得讲，多啲头毛底，安怎使啊？后尾啲头毛底，无拿着伊无去，伊去了伊个是无虾米倒，特别如果天火一下呢，伊倒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啊，人若是讲有坐vipassana禅，伊马路只会去觉这个多啲头毛底垃圾。所以这个若是讲你要谈这个，要去夹这头毛底垃圾，你就要会晓写去夹，会晓写去夹，了你坐禅嘛，你才会进步。假如会进步，未来你这头毛底垃圾拢总无。这一个人啊，若是讲有影伊要训练这个要写去夹啊，伊就要安怎想？这边我互你人两项。有一号你人在家人，唔通对上个我人，你对上个我人，大日查甫拢总出家，大日查甫就要过，本是真正凄惨啊！拢总世界查甫出家，查甫本是艰苦，所以在家人会责任啥呢？不管是爱切来想，这个我逐个肉紧的享受啊，是正上个蜜糖真正好，甜。特别这个蜜糖活的多，活的咧多呀。所以你若是热辣，你会甜，你热辣较济，你舌会挂掉。所以这个就是你人爱起来想，啥物物件做我真正欢喜，真正爽。上加这个蜜糖活的多呢，是热辣，未来舌会挂掉。第二项咧要知啊，这个肉紧的物件，我逐个讲养处度，这里正福经在来讲 ，baited hook， 上到咧半斤啊，有一个肉，你食啦，真正好食啦肉，你加落去啊，你糊掉了。第三项啊，这个肉紧的享受，上到 monkey glue， 佢叫印度啊，伊人掠狗有一好款的感咋，你狗若是当着这个感未出了。调下了，伊人就这个伊人讲啊，这肉紧的享受，上个monkey glue当落去呢，都袂走了。第四项啊，你讲这肉紧的享受啊，上个一个人啊有胃疼，渐厌食物件，你就知无胃疼啊，你胃疼，doctor甲你讲啊，唔通食酸辣，蛤蜊袂使食，牛奶袂使食，特别你流烂。你管是厌食这牛奶人无物件，无这个物件，你袂食饭，所以你偷食，你苦，差点腹肚大疼。所以这个肉紧的物件，上甲一个food要食，对这胃病人，伊若是食，伊袂来苦。要摕来想，逐个我听说我讲这肉紧的物件，做好我快乐的呀。这边福建嘅那边讲 ，camouflage bit of excreta。去在一个西窟来，伊装个水下面花彩色，了路人看，哇，这边好啊，真正爽啊！来落去，来去同马沙伫这个窟跳落去呢，西喷甲一世界了。所以路人想好看，有的人讲啊，好，这旧的闹家庭有了，好到了老咗，听去到了nightclub上爽的啊，大行听音乐，咱这里等你查甫来做歌甜。了，如果大石一个雷个直直出啦，喂，这查某直直四面乱甲路，and then 你一时期直直亲，你规身都目着屎。
我免讲上济，你人知啊，啥呢？按这个六根的享受，伊好你快乐啊 ，fleeting like lightning， 像个刹那呢，伊无好你永远。有的人讲好啦，你看真正济讲阿女，你若你教完我真正欢喜啦。有影你查某讲 OK， 我教完你啦，教完你偌欢喜。你讲其实人欢喜安怎攞3日啊？你起哄到我，你问了你讲我，你笑我贪啊乱啊，3日啊，我讲淡薄唔就完啊，你就起哄骂我理我。所以这个啊 ，fleeting like a lightning， 无永远的一下呢。你人若是有人拣食物件，虾米物件你拣食 ，all right， 你要拣食虾米，人想我，你会食无遮济，拣去食，马仔，啊，你会搞好食，后日好食，第4日卖了2啦，第5日看到就要拗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啊，无永远的物件。And actually 个第7项你讲啊，上甲一个人嘴大去食海水，这个我免讲，你人去过去海位啊，去咬一木嘟的大罐的水，了嘴大你啉了海水，你看这样，愈食愈嘴大，愈食愈嘴大。所以这个就是讲，在家人你人安尼想，了你把你食以后力go，出家人就要爱要想。因为你无出家，无离开你家庭，你未看到这个脱离家庭的快乐。这个快乐啊，是真正来落的快乐。我未讲，未好讲，特别你人来爱对我来大，真正爽。因为后面是我讲啥？我无厝，我厝4卡机甲8卡机，你人来收几间厝，就减半钟啊，是1点钟。我若是要收来厝，我讲咧，这个减半钟，送上1 2 3了，几间厝顶下下底我收个了。你人减半钟，我就也袂了。因为我无厝，我唔使讲就翻门拜洗、电话洗、饮晚洗、虾米洗，拢总真正无。了我无饮晚，有当时大啲班啫样，看咧对咧凊彩做啥狗安尼咧，手续开咧放咧，但是手续冚，了无真正爽。And then 你在有无的时，有当时你去换对来，你去到路对来。then 你看有当时有影去找个 friend， 无啦，我工课真正济啦，做袂了啦，鱼尾真正无用啦。所以这个物件你看拢种啊，无 give up 家庭啊，未谈就讲无家庭的快乐。特别这bachelor真正讲啫，伊人无家庭，伊人个买来做回想。伊人就无骨拄在找骨拄要来找个这个，actually 啊，真正请人未晓请，我真正搞会晓请。你大啊 dwelling place 啊 ，all sorts of defilements 啊，你大啲出来啊，有当时啊，你看到、听到、味到、动到、担到，你唔使讲人，你就是一间厝，你搭到头壳垃圾，若是讲你个有请人啊，3万只早起无扫掉，你话 hopeless man。那大妈讲，无啦是你叫做拍伊啊，这死鬼来做我这垃圾。所以你看家庭啊是有一个家啊，一点点靠叫佢贪性地讲上。他等你去人的厝，你看啊，你这个社招，你我个贪啊直直马手，我要夺我厝要做社招了。你看这个就是讲啊 ，dwelling place all sorts of defilements 啊。这个厝啊，甲了拢总会这个三毒拢总要直直起来、舞起来。And then 到你有一个家庭啊，你像一个人啊，互人压迫，咁样土死做工。啊，你无做工，你这个大间厝你就袂使啊。你个大间厝，你饮晚洗，你花洗，虾米你无做工倒落来，你某囝要倒落食，听带一个某转来袂要紧，听佮带别个，过一个某佮转来佮袂要紧，甲搭树咧，查某袂要紧，确定1年2个囝，大某生，2某生。但我不要紧啊！确定我讲啊，我 brother 无工通做，我就去找工互伊。家己这啲家庭直直大，你看着凄惨。我就看咱的某会叫做 brother in law 个，咱确定不要紧，将拢总甲了拢总来 ，and then 确定是啥物做生日啊？你做生日来，确定讲这啥物啊？
你高升你下面搞了要教完啊，你一个搞了隆重啊，你看有家庭啊，做会上伊无半行。我记前过我讲个听有一季，我带伫别人使是8月尔，我惊头先啊！安尼虾米啊？有一季啊，8月我赚25条的这个教员的啊！安怎大人要见8月，我唔知啊！了个9月，个要送假释，送假释个我唔是一个暗啊，他顶过工的暗，听槟榔的暗，哎呀！25条，什菜不是我大的，点是啊？红包4块会使，摊下你可以4块，人讲你夹转去啦。听讲是20块、30块，我听讲新加坡50、100。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搞有家庭啊，你都直直吐司饼、吐司做、吐司饼、吐司做，你就有，brother 你就这就来。所以真正惨哦！你无会是逐人买来讲，人讲阿达王阿达扫达啦，你只有女人了，拢总认真食，啊去找你3姑3伯3姐，拢总来啦，拢总人你头壳家己这生理伫国家欢喜，这边佢讲嘅无工，你无工，你无工，这无工，所以看真正可力果真正清嘅哦。了若是讲安尼人啊，到来出家啊。伊坐禅伊无上，无半行。你若是大啲出来，你坐禅上久死鬼也是。安尼啦，你看，规日点点坐，无做半行。囡仔考伊本无拍插，了虾米本无拍插，所以一个无人讲你，都真正爽啊！安尼到若是伊出家做和尚，佛有烦恼，爱过一个四行，人何路？有通清路切袂，无通清路去300趟捡破布来接来听。人好路你食，人无好路你去偷窃，偷窃个无人好路，不得要水泉水食较济淡薄。所以我就是7年的回想，我3日无通食，我有，但是我唔捌甲人讲过，我无半项通食。这个就是唔是大啲槟榔，大啲白位，无人知。所以虾米啊？食水坐了，坐禅坐，虾米本无。所以食清大，你看我人大凊彩，有个人讲安尼啊，你叫我大，安尼你通大就够日好了哦。佛大啲得咯，佛大啲手掌卡，虾米做嘅心头，手筋做嘅心头。And then 第4项就是讲啊，你有药。破病，直接讲我们在有个人啊，真正来路的，万一过这边头壳听我头壳，好漂油，他等个香菇开个好包花，等那都有啦，好漂油有啦，你开啦，你下面叫做怡波油有啦，下面有啦，日本膏药有啦，拢种看了有啊，这个是假假来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呢，看下咱我要讲这个故事，互人听看，伊人咱的菩萨，释迦牟尼菩萨一直做菩萨的是，伊安怎做，安怎对，伊一个平常人未来啊，看做王，像了路人看啊是，我们那啦，啥啦，点无点人生路去做阿公，马来西亚就好啦，and then 路加掂迄甲无，你看伊掂迄甲伊物件，王节买甲了买。你100出家，伊这个就是完全伊这个出家的部落辈，伊let go 伊放迄个。所以这个听我讲一条故事，本是这咱的释迦牟尼佛，伊的本性经，有个人唔晓听，虾米是叫做本性经？就是讲释迦牟尼佛伊也未成佛的时，伊的 life， 伊的故事，伊本身的故事。所以这边啊，真正古的剑声，大伫印度有一个老王名叫马哈加纳加，这马哈加纳加有2个后生，一个后生大的是阿里塔，一个后生第2个名波拉加纳加，这2个兄弟啊，阿爸就死了，大的做王，第2个做二王，特别你知无？
有的人啊，你来做兄弟，也是做囝，也是做某，也是做啥物，本是有缘的事。有的是讲啊，前世受欠债，也是前世冤仇，也是前世伊人感情真正好，伊人才要来结做兄弟啊。你告我告你，但你伫这边来看，伊人老的，这个大的就做王，第二个就做二王。但你这个啊，伊人有一个叫做slave 就是啥奴才，这里唔是啥奴才，啥你看咱唐山啊，这个王皇帝啊，伊有太监，伊告伊条条，啥物物件，伊太监真正告伊，这个就是personal，伊本身会啥讲会相信会鼓励告伊，但你这个鼓励是。无好的鼓励，无好的这个啥讲 slave 来，会鼓励啦，无好。食甲班呀，这边听，那边学，那边听真学，都学来学去，学甲3摆，这两个兄弟呀，结冤仇，了这个做王的呢，就想讲，哎哟，我的小弟渐想要做王，实在是无影无食的。特别这个就是讲，伊人因果无好来去参着无对的人，所以今日你看伊人成事，了这个大囝呢做王就掠这个第二夜咧关起来，关起一个所在，去练靠起的骹，去练安尼伫扫条的时，这个第二个，这个叫伊名波拉加那加，这波拉加那加就想，我无冤仇甲我高点无点因掠我来关，安尼我会记无我逐个讲啊，人若是伊会使用这个叫做 act of truth， 这 act of truth 是啥物啊？伊若是敢讲实的话，像要讲咱像酒抓呢，安尼你安怎做？伊讲。我实在我的心啊，对我的阿哥，我无冤仇我的哥，我无起哄我的哥。特别今日我的哥来掠我来说，有影我的心清气。若是我讲的话，是这个铁链开互啊，有影这个铁链律了，伊走出来，就走出来了就安怎做？伊就离开了市场，尼去伫这个。border 为啥啲界界甲别个国，相边伊去大 ，and then 相边嘅人会认着，哎哟，这个唔是啊王嘅小弟 ，and then 相边这个无听叫这王嘅小弟较牛讲话，人赞助伊真正济 ，and 这人才赞助伊真正济，未来伊个人交易济了，伊一日拢总规顿去啲个歌嘅王中，甲伊歌讲。前下久，你甲我是无冤仇，但你无点你掠我来关。今日我是对你变冤仇了。他那你看咩互我做王？哦，你来甲我小台。咱这个叶哥就讲，叶哥就再讲啊，这个阿力要来抢王权了。所以伊就讲我伊无听，伊无有身份，伊不到是最咱的菩萨。所以讲的无听 ，my dear， 我他那边去出，无死是活，若是我到底来做王，若是死，你看咩就先开告一个囝大一个报道，有影伊去小台，阿哥太师，咱阿哥只太师呢，这个王的某，看咩就走。王中，特别这个查某要走的时，安怎做？一拿菜拿做垃圾，拉面底金器个了，王中的金器一底，咱一装做个垃圾，刺激，咱就拿本做垃圾，咱一走出王中，咱出来城外，这出来城外了，就是伊若是无走，正就伊就死，囝们就死，所以就走。特别你看这个查某啊，伊是他那大啲报道是咱的菩萨是伫做好。了这个查某本是有做好，若是无做好，袂讲菩萨来投胎啲报道。
所以人若是伫做好诶人啊，伊若是伫倒落伫冒险诶点啥，有贵人来。所以人若是讲啊，大伫世间啊，会晓顾，会晓做好，有苦诶时，一般时贵人来，一般时贵人无来，安尼愈真是诶恶太凶，贵人挖袂来，袂挖着就一个。特别即个查某，你看伊出来啲王宫。才出来王宫呢，就来做一贵人，天降落来，嫁做一个老人，坐顶马车，按这马车呢，这查某出来，伊本唔知要去倒落，但伊知讲要去一个所在叫做加拉扎巴，啊，咱这个天降换一马车来讲，就要去加拉扎巴，那这查某就听到阿姐，我要去，啊，你要起来就起来呢，伊大啲马车，伊看到。个物件所在通困，安尼你看到安尼爽，安即个加拉扎巴60里1里7支抽，故事诶点声是7支抽 ，6 times 42 420支抽诶远，安你看，佢条诶点声呢，就100起咧马车呢，伊载一个是红光诶马车，内面装甲真正水，安尼虾米事？安尼即个菩萨大啲报道，都天公来过了。行到30里，actually 啊，30里要行是真正，他那火车要去，甲人普分就要停台，走去甲下晡才会到。hắn即个你看马车呢，伊慢啊久日头伊就到，日头到了诶时，到半段啦，半路了，伊即个查某困了，即个看马车人是天公叫伊起来，大啲讲长下了，互伊食。伊做啥啊？有影马车人安尼开一包物件互伊食，食了个坐到下晡伊到，这到呢，到甲一个市场咧，加拉扎巴，这加拉扎巴伊住伫城外，啊未入，伊人印度是安尼城外，但是有起一个叫做 rest house， 人喺穿诶位，所以这个查某住伫遐边，按天公放下伫遐边，伊甲伊讲啊，sister， 我这边离开你啦，我会不敢较去，然后你住伫这边，你看有贵人一行一行来，这住伫外面 rest house 呢，啱一个婆罗门诶人，到500个学生，这个婆罗门诶人是一个先生，所以住伫遐边啊，伊点无点啊，看到这个查某，这下呢，伊看到这查某，伊看了啥？拉萨爱甲伊讲话。这个就是啥物啊？安尼菩萨大啲嘅报道，伊菩萨啲 practice 啲训练慈悲。我逐个讲，人若是有慈悲，伊有啥讲 magnetic pull， 这个啥活起啲拖人来。所以啊，查某本是上，若是讲伊点点 practice 慈悲，你看无水，特别到你查甫对啊半死，这就是讲啊，伊有木加西洋真个济。所以这个婆罗门的人就看到伊伫坐来吵说婆罗门的人讲 ，sister 你伫倒落来，伫这边啊，伊就甲伊讲，我正是王苗，我 husband 名阿丽达王 ，and then 我走出来，因为虾米事你出来啊？你做王苗，我走你出来，安尼一人伫坐，安尼我大部人互伊小弟提死了，了我走。到那是安尼，这个婆罗门人讲，你接受我做你阿哥，了你加空嚷大声，阿妹我等下菜市拄着你了，你加空吼，了做这查某安尼跪落来揽进咧婆罗门的人的骹，哎哟阿哥啊，因为学生甲了走出来，虾米事？哦，我就是我小妹几哪年无拄着，安尼俩拢总都带短了讲话无听，咱伊人接受这个王苗住伫迄个婆罗门的厝，按这个婆罗门的人直直教这个查某教，到尾来这查某生咱的菩萨来，按生咱菩萨了，这查某本是把只真拿甜的金器个了，但伊无互人知讲这虾米物件，所以咧婆罗门的人伫教。一年过一年，尾来伊即个生出来囝直直大汉，小拍个人，达人转去斗，你囡仔拍我，你囡仔无阿爸的囡仔，酒馆查某的囡仔，
咱这个咱的菩萨，安怎大人叫我酒馆查某的，到底我会把就醉，所以问伊嘛，头家的嘛讲，Brahmin 是咧阿爸，然后伊去讲个朋友讲，咧 Brahmin 是我的阿爸，甲人笑咧死，妈呐，下底下搞人啦，伊都曾经过走的，第二道伊嘛才讲，原来你是真是，你阿爸是做王，你阿爸互人睇死。了到那是安尼，伊就忽自己来一知，到底我的责任，然后就要来贴到另外爸的祝福。但有自己你讲的嘛听，16岁了，伊讲的嘛听，阿妈，你有虾米累无？我就要来贴我的国家到顶。伊嘛讲，我走出来的时候，我砸我的金器个了，你为了这份我有。人安尼讲。我卖生咧累个了，你予我一半咧机会，了我要去做生意，我要做生意，我直接全拢总会，我要去到大陆，去到伯么，一面要去卖我只物件，了赚累了，才我要来讲拍这个王将。所以嘛讲唔通去啥讲去行船是真正冒险，特别爱伊就是安怎要去。安尼买来个嘛，分一半咧机会互伊，只分咧机会落去呐，伊会直接船咧行了。特别忽自己呐，伊会直大地迄边做王，抢也把个王店破病，破病了，伊这边本路船迄边伊会直去破病。and then 去个无照久呢，大地海个位呢，伊会船浪着巴肚 ，and then 一个伊船直直点。你看，伊人伫要点的时啊，大人大叫啦。伊讲福建才来讲，有诶相信虾米叫虾米啦，有诶拜这个拜咧叫啦，叫你讲天讲虾米人讲直直叫，伊无叫，伊大点点，伊知讲啊，到若是安怎叫本就死，无叫看安怎样，所以伊一人呢呐，摕一束诶3块。新鲜的3块，伊挖咧油了，就包的香菇清，规香菇油的3块清，and then 大只船有虾米物件去食到饱饱 ，and 这船这点一个好，一个虎食，这沙虎食，特别伊呢，因为讲啊，伊有香菇有这油有虾米，这虎挖着呢，臭味挖着臭味走。所以无死，特别伊烧伫海安尼啊，因为伊个香菇甲了有油啊，伊无讲浸甲香菇碰，就是伊拍算，伊熬拍算，and then 就安尼了啊，7日伊大伫海个呢，特别你知无啊？海也是山，也是大陆本好啊，有红光新名伫个。and then 照福建嘅在来，这条经伊讲4大金刚，逐个要派即红光路过，一个红光路过，一个海，搁一个红光过咧海。按福建嘅在来讲，一个查某嘅红光过伫迄个所在，马尼麦加拉伊个名是马尼麦加拉。and 这4大金刚讲互即个红光听，你嘅责任呢，就是要过，绝对若是跋倒路讲，唔通互伊浸死。若是讲伊是好诶人，佢竟然再来分讲，若是即个人啊，一名点点行后爸母，安尼款诶人，你就要死字就要过，唔通互伊人死。若是你死，若是即个人，若是有过行后诶人，若是死，即个红光发有罪。伊若有罪，若是红光去面顶诶点声，你有罪诶人，你袂使入来。所以对这个红光伫过咧海的时啊，伊是查某的红光来，伊本过是过，安尼坐日就无看着半个，伊本正走去倒落去佚佗，在佚佗拄好只菩萨，浸落去伫家当的位，安尼7日伊到伫这个水伫烧，第7日了伊想着虾米啊？哎呀，我的所在去看，看着菩萨伫烧，安尼看着菩萨伫烧咧，伊才讲个菩萨听，7日了，你渐渐伫烧一个，无一个朋友来斗下手路，然你安尼伫烧，
要做虾米？无半人活路，追，实在是死嘅。这菩萨讲，若是讲我无仇来死，人会讲我笨蛋人。但你看我今日安尼，我真正骨力直拼，我的朋友7日死了，我阁还未死。就今日你看，我会看到你，他啦。安尼我看，这翁公知讲，这个人真正骨力。伊伫这边啊，伊本是真正骨力的人，所以伊知讲了，伊个是真正行好。来讲好啦，你真正猛的人，安尼伊救伊了，喊只抱伊起来的时，伊问讲你要去倒落？咱伊讲我要去麦吉拉就是讲伊阿爸的王将，互伊接提去，所以伊要去那边。所以这个翁公抱伊去了，就去伫这个所在，就是伊阿爸的祖父，放下伫这花园。你看这个翁公现在伊抱这个去了啊，交到咧花园不如翁公，伊交互咧，伊叫 Deva in the garden， 这神大啲讲教这个人好好，这个人大啲咧花园，7日伊伫受苦安尼啊，就安尼了伊困。这7日前啊，要咧直做王嘅死，就死了啊！无后生，个一个查啊，名做西瓦里。咱还未死嘅时，即王将嘅人问王嘅王，假如若是去出事做翁公了嘅时，安怎做？这个祖父要好出罪。咱这个王讲出罪，那是会做好我查某囝，想讲啊，接受这个人做伊查甫人，这个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伊就要有阿解，一个门窗死角，伊会知倒落是门窗头，倒落门窗尾。死角上因着的这个王的门窗是死角，你袂使讲一个是叫做骹，一个是尾。特别你要知安怎样，他们是头甲尾，伊就要知。第三项，我有一个社城，会几若百人并入了个会斗咧线，若是一个人会斗，伊会使。第四项，伊会找到这个16项会报大伫我的这个王将，既然找到这个16项的报呢，伊会使来做王。所以这个4个条件，了这个王就出山了，就安怎做呀？达人来咯，了头人讲啊，咱的这个叫做平头，国家的平头，Commander in Chief General。王真正西洋，实在王落来就是伊这样的关，叫伊来看这个 princess 啊，看有满意无？咱这边的条件是讲啊，伊就要互这个 princess 真正接受伊做 husband， 嘛你才会使。所以安怎做？伊人叫这个 general 这个平头讲，来看咩来王将。所以就听到，他们来王将，伊本来咯，就来了，伊大啲咧王将大啲下底，要去楼顶，princess大啲楼顶，所以徛伫楼梯头下底，伊做好再讲伊教了，princess大啲顶面 ，princess 大啲顶面啊，甲伊讲啥讲啊？会使起来，princess 听到 princess 讲会使起来，伊走，慢慢起来，真样咧啊 ！Princess 叫呢，伊来用真样咩走来？了 Princess 讲，你走这边互我看。伊走的时候 ，Princess 教伊做啦，你袂按照我做好你啦。了尾来 ，Princess 教伊做安尼，尾来讲，伊穿的骹对骹好啊，对骹好咧，小姐，对骹，这对骹了是用的骹踏落咧平头。安尼，你就是安怎样要做王？我教你做安尼，我教你做安尼，对骹互查某，你本对骹互查某，你安尼又要做王啊？袂遮你踢你走，特别
了伊叫伊查某干带一个平头出去王中，咱这查某讲诶，这general 啊，这个说你唔通激气啦，我诶小姐是真要歹诶啊，你看。你唔通讲人听，再讲伊读你了，你唔来讲人听，你讲人听，你本见笑眼，所以出去爱到学旁边未做半行，行出去。一把你啊，过来啊，4、5个人用，一个是 state treasurer， 往你开会就还，本来啊出来，伊本做安尼上达你讲，你若是讲你本身讲行，坐，安尼啊是查某的人安尼，慢来做王，一个读出。5个甲了读出，咱吹甲了袂要紧啊，无正着这甲了先生，对，个互人出来个一道看，死角的门窗搭落一个头，搭落一个尾，无半个讲会出，了安怎做啊？这个袂使，迄个袂使，所以人问迄个王江的这个会上 ，please 安怎样啊？了伊讲，到若是无了安怎做啊？若是无王就安怎做？他那咱摕一个国王的马车，伊会马，了拍路拍过，咱互一个马唔通人坐，唔通来，出在一个马拖一个马车，看伊要去大陆，看大陆一个人有福气，所以人规个马，规政府的一个金额拢总出来做劳作，了4只马拖一个马车，那边甲了空壳，往要坐所在看。所以人去，这马直直走，对，直直看，直直对了到华园，到华园咧讲，哦，这个会，这个国的这个会上，讲这个人无定就是有福气的人。你讲要看这个人有影有福气无福气，若是无福气的人，一看到这个马，真个阴角几百个阴角，两个人两个人，甲了听到伊就青惊伊准笃，伊才。啲准，这里看到这个人无准，伊看到了，伊知讲是人要来找伊啥物减做王，那是安尼，虾米事？伊是菩萨，一个人啊，伊因果要识啊，伊会减会知，所以想讲，伊今日无定着我是要做王，伊顶无彩，伊挖头变面走了尾来回上，去开个骹看个骹底，才看到个骹底呢，马路才知讲。原来这个人是福气人，是要来做王的，不是会做一个主妇，会做4个主妇的王。所以人看一下呢，伊知，尾来就叫伊起来呢，生意可以做王。这可以做王了的时，就带转去啊，转去个王宫的位。咱你到个王宫，这人要去接伊啊，一顿去听台，咱伊就看。伊讲啊，你是做虾米工啊？你袂使徛一边，你就徛一边，你就伊阿多安怎做？王中就要安尼样，就要安怎做？咱小姐听讲，伊人接受一个外人来做王了，伊要来看这个人，好的人也是无好的人，所以安怎做？伊把你入来王中去看这个物件，小姐叫，伊郎中的人来讲，小姐叫，然后伊再讲，就要互小姐满意，把你。伊才会看做王，小姐叫，伊这边做，伊无菜做一个，无菜做一个小姐人，伊都顶讲，变色就叫伊本无菜啊，伊直直做伊看过啊，按小姐欢喜，哦，这个人知，伊毋是讲就听着小姐讲呢，像讲啊，查某讲虾米啊，毋通改好，去这边，伊讲这个人是 really 有 wisdom 的人，有智慧的人，所以安尼样，咱做到这了啊，伊马路才去王中楼顶，就去楼顶慢伊无听讲，安尼你可以去到的时啊，因为伊个人的形真要庄严，了伊本是有只福气啊，伊也未去到顶面啊，小姐伸手，了伊揽咧小姐的手安尼，上去买单。咱伊坐落这个王的所在，在坐落王的所在了，伊问这人啊，你王啊未死的时，伊有问虾米？伊有讲啊，有虾米条件无？伊讲有啊，虾米条件？伊讲头一个条件，
要和这个西瓦利这个 princess 满意，然后这个咱的这菩萨就讲，但嘛我要起来的是伊伸手和我握的手，那就是满意我啦。安尼一项了了，第二项，你就要猜这个四角门窗，到底是头，到底是尾。咱伊讲，这个是未猜的，这个是要叫人斗骹手的。按怎样做啊？咱一样大波故事，叫人家有头毛，他那无啦，他那不是大波头毛本有了，特别头毛绑一柄，一样有插一个边，我唔知这边做虾米，我未晓讲啦。我想有人会晓啊。伊拿这个边是金的边，伊好个是这个小姐，下底的位。安尼小姐在，这个边就做要下伫门窗头，这个我唔爱讲的，老人我想有个人，古早的人会晓听这个物件，我唔爱讲的。伊人讲安怎样，你就要叫边堵啊，虾米啊，我袂晓啊，你唔知我听这个物件无？这个古早的事安尼啊，所以拿这个边，伊讲互你边说声。Put the pin in the proper place， 下这个边伫伊个所在，然小姐拿这个边去下这个门窗头，讲啦，迄个所在是门窗头。虾米事你人唔知，若是你人要知，慢慢来啊！我到咪到时讲就好啦，这边唔免讲啊。第三项交关，伊讲你 arrow 你无用 arrow 你会倒嘅。伊是菩萨来，伊用一下啊，一倒落去好事了。第四项，王有何这个16个宝要安怎摕出来？伊讲啊，虾米款的宝？伊讲出来，一头出的所在的宝，一头落山的宝，然后。迄个宝大伫内面，迄个宝大伫外面，迄个宝大伫毋是内面，甲毋是外面。迄个宝坐马路的所在，迄个宝死的骹的所在，迄个宝是这个马车的所在，迄个宝是两喙齿的所在。你看，伊是做菩萨，伊的地位啊，即讲安尼啦，伊明白虾米了。了伊安怎讲？讲虾米无？这个呢，你来是摕出这个16项的宝，你是这个全这个国家达人接受你做王。你讲这个好，我他那未做，就马仔才会做。所以这原本是讲真啦。To be continue next week， 我来讲了无听，这搞个这个好好的所在。More next week， 了人话你才会来啊，后面来这个宝啊。有影一幕经的金器一拿出来，一幕经，这个一分个了你看，呛人听呢呀，伊知讲是虾米物件来，所以到这边为止，后个礼拜我刷落这个10个部落比人听，你会使一地摕来听，唔使讲就要将要买几户330地，人安怎？甲搭买外地，我听讲有个人开咗1000几块，唔通开瑞呢济，那是会讲 free 的更加好啊！所以到这边咱来回向，一当咩呀啲人好度，สุกิตาหอนจุญญาเตโย一当咩呀啲人好度，สุกิตาหอนจุญญาเตโยidang menya tinang hutu sukitahon tunya tayo ita wakta cham hi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dewa sabbe satta sabbe buddha anumodanto Sabba sampati siddhya sadhu sadhu sadhu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gk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Long bình an.